你哋平時係咪都有過呢種感覺？明明每晚都好乖，準時上場，瞓足8個鐘頭，但係第二日醒來，全身好似俾鬼壓一樣，重到不得了，手腳軟綿綿，頭昏腦脹。而且最尷尬嘅係，明明每日都有認真刷牙，用牙線，但係好似依然非常重，甚至自己都覺得有震位。好多人第一時間以為係牙齒有事，或者係胃可腎，但係你知唔知，其實呢啲表現好可能係你個肝臟已經向你發出緊嚴重嘅求救信號。肝臟被稱為我哋身體嘅默讀將軍同超級化工廠，佢中意模模糊糊咁幫我哋排毒、代謝脂肪。如果肝臟藏滿毒素、塞滿脂肪，佢就冇辦法正常運作。當肝臟功能大打折扣，毒素就會喺身體裏面積聚，表現就壞，就係胡亂你點瞓都好似胡瞓過咁攰，而且體內代謝唔到嘅廢氣同毒素就會順着呼吸散發出嚟，形成令人尷尬嘅好嘈。大家千祈唔好以為脂肪肝是肥仔或者老人家嘅專利。根據最新嘅健康統計同醫學研究，喺2026年嘅今日，因為現代人生活節奏快，飲食交油焦糖，加上經常熬夜，脂肪肝嘅發病率已經大年輕化，甚至連20-30歲嘅後生仔女，甚至10幾歲嘅學生，都紛紛落入脂肪肝嘅圈套。不過大家唔需要太擔心，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簡單及其平民化嘅中醫食療方法，只要善用你家廚房裏面極之常見嘅3樣平價食材，煲成一碗湯，連飲3熱，就可以幫大家有效清走肝臟嘅脂肪同毒素，成個人變得輕鬆晒。首先，我哋要好好了解一下點解肝臟塞滿毒素同脂肪會造成瞓極都攰同口臭酸人兩件看似毫不相干嘅事。第一，肝臟是我哋身體儲存同釋放能量嘅核心器官。當你食越過多嘅油膩食物、糖分或者經常飲酒，肝臟無法完全代謝，呢啲多餘嘅熱量就會轉化為甘油三酯，沉積喺肝細胞裏面。當肝細胞塞滿脂肪，肝臟嘅血液循環就會變差，排毒效率急劇下降。原本應該被清走嘅大量廢物喺血液裏面循環，影響全身嘅細胞，這就係點解你會覺得全身無力、腦袋發悶，明明瞓咗8個鐘頭，身體卻好似做完重體力勞動咁攰。第二，關於口臭嘅問題，好多人以為口臭只係口腔衛生不好或者胃口大，但其實肝臟功能受損引致嘅口臭非常有特徵。當肝臟代謝能力下降，體內嘅氨基酸同硫化物無辦法正常分解，就會通過血液循環進入肺部，再隨着呼吸排出體外。這種味道往往帶有一種類似腐敗、氨刺或者萎甜嘅特殊異味，單靠刷牙或者漱口水是完全搞唔定嘅，因為源頭根本喺肝臟。更可怕嘅係，脂肪肝如果任由佢發展，唔單止係令人攰同口臭咁簡單，佢係一個漸進式嘅健康危機。當肝細胞長期被脂肪擠壓，就會引發慢性炎症，演變成脂肪性肝炎。如果繼續忽視，肝臟組織就會慢慢纖維化、硬化，最終形成不可逆轉嘅肝硬化，甚至更嚴重嘅病變。所以喺脂肪肝嘅早期階段，趁肝臟仲有長限嘅自我修復能力嘅時進行干預同清毒，係性價比最高、對身體最好嘅投資。咁樣，我哋到底要點樣去逆轉仲日健康狀態呢？喺中醫學裏面，講究要食同源，特別告通過日常嘅湯水調理，最符合我哋老廣嘅養生習慣。今日要推薦俾大家嘅廚房三寶湯，所用嘅3樣食材極之平民，你隨時去街市或者超市，用只1塊錢就可以買齊。它們分別係山楂、決明子同埋白蘿蔔。可能大家會問啦，3樣平時咁普普通通嘅嘢，合起來真係有咁大功效？我哋逐一拆解你就明白啦。第一，補腎山楂。中醫學認為，山楂為酸鹼，性為溫，歸脾、胃、肝經，最擅長消食健胃，行刺散瘀，特別是對於消痈食積滯同化解體內的積氣，之極有慈效。
現代醫學研究亦證實，山楂裡面含有豐富嘅黃酮類化合物同有機酸，可以顯著降低血脂，促進肝臟內脂肪嘅分子與代謝，防止脂肪喺肝細胞內過度堆積。第二寶是決明子，決明子為咸曲，性為咸，歸肝、大腸經，是中醫裡面清肝明目、潤腸通便嘅聖藥。肝揩臭如沫，肝火旺盛，或者肝經濕弱，眼睛就容易乾澀、紅腫，口裡面就會發苦發臭。決明子能夠伸越肝經，直達病所，清視肝火，同時促進腸道蠕動，幫身體將堆積喺腸道同肝臟嘅毒素順暢咁排出體外。當體內嘅濁氣下行排出，口臭自然無影無蹤。第三寶素白蘿蔔，老人家常說冬吃蘿蔔殺黐肝，不用醫生開藥方。白蘿蔔被稱為平面人參，喺這道湯裡面，白蘿蔔扮演作極之重要嘅角色。白蘿蔔為清肝、清涼，能夠殺刺消食、化痰潤肺、解毒生津。白蘿蔔裡面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同芥子油，能夠增強胃腸蠕動，幫助清除腸道內嘅油脂同殘渣。更重要嘅鹼，白蘿蔔能夠通利三焦，協助山楂同決明子將肝臟清出來嘅毒素與脂肪，通過大小便順暢咁排出體外，達到徹底清理嘅效果。這道湯嘅製作方法非常簡單，就算你係平素完全唔識煮飯嘅廚房新手，都絕對可以輕鬆搞定。首先，準備間山楂1小把，大於15克，決明子10克，新鮮白蘿蔔半個，切成塊狀。做之前，先將決明子放入煎鍋裡面，用小火微微炒香。這步驟可以減低決明子嘅鹹性，同時激發它嘅藥香。接着將白蘿蔔使勁磕塊，保留蘿蔔皮，因為蘿蔔皮含有豐富嘅有效成分，消食作用更強。然後將炒好嘅決明子、山楂同白蘿蔔塊一起放入煲裡面，加入大約1500毫升嘅清水，先用大火將水燒開，然後轉成小火慢慢煲大約30-40個鐘頭，直到白蘿蔔軟爛，湯水散發出濃郁嘅酸腥同草本腥味。最後可以跟住個人口味加入少許鹽調味，千祈唔好加糖，因為糖分會增加肝臟負擔。這道湯煮好之後，你可以當成日常嘅茶水或者飯後湯水飲用，連湯帶蘿蔔一起吃掉，效果更佳。除此之外，對於日常需要調理身體嘅朋友，飲用這道湯亦都有幾點小提示需要特別留意，因為決明子同白蘿蔔性偏涼。如果你係脾胃極度開寒，平時特別容易拉肚子或者手腳冰冷嘅朋友，可以在煲湯嘅時候加上3片生薑。生薑能夠溫中散寒，和胃止嘔，既可以中和湯水嘅寒性，又可以增強宣通氣血嘅效果。另外，孕婦或者處於特殊生理期嘅女性朋友，在飲用前建議先諮詢專業醫師嘅意見。好多朋友連續飲咗3日之後，都會有一種非常神奇嘅體驗。首先係腸道會變得非常通暢，排便變得非常順暢且有規律。其次係第2日醒來嘅時候，那種重重嘅俾鬼壓感覺明顯減輕，頭腦清醒咗好多。最令人驚喜嘅蓋，原本口裡面那種黏膩同難聞嘅味道開始消退，口氣變得清新。曾個人感覺好似卸下了幾十斤重嘅包袱一樣，輕盈又舒服。當然，除了堅持演奏到清肝排毒湯之外，想要徹底逆轉脂肪肝，擺脫慢性疲勞，我哋喺日常生活習慣上都要做出適當嘅調整。首先，要學會幾肝臟減負。2026年嘅現代人最傷害肝臟嘅2個不良習慣就係熬夜同玩宵夜。中醫上講，夜間11點到凌晨3點，係肝膽經當令嘅時間，這時候身體需要進入深度睡眠，肝臟才可以進行自我修復同血液淨化。如果你這個時間還在刷手機、睇劇或假時宵夜，肝臟就迫住要加班工作，毒素自然無法排出。其次，飲食上要減少焦油、焦糖、焦精煉碳水化合物嘅攝入。很多人以為只有肥肉才會得脂肪肝，遲時攝入過多嘅甜品、含糖飲料同白米飯、白麵包、
多餘嘅糖分喺體內同樣會轉化為脂肪儲存喺肝臟。多時新鮮蔬菜、優質蛋白質，配上我哋今日介紹嘅廚房三寶湯，相輔相成，你嘅肝臟就會越來越健康，精神狀態亦會大有改善。同時，保持適量嘅有氧運動，亦都係逆轉脂肪肝嘅一大法寶。唔需要你每日做極度高強度嘅訓練，只要每日操出30分鐘，進行快步走、慢跑或者騎單車，就可以顯著提高身體嘅新陳代謝率，加速消耗肝臟裏面積聚嘅脂肪。運動配合食療，一味壞調，效果絕對係事半功倍。養生從來唔需要花大錢買昂貴嘅保健品，真正嘅養生智慧往往就隱藏喺我哋日常嘅平民食材裏面。廚房裏面嘅山楂、決明子同白蘿蔔，只要搭配得宜，就係最天然、最有效嘅護肝保護。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家人朋友都有瞓極都攰、口齒重、感覺身體沉重嘅情況，不妨今晚就去買齊食材，嘗試煲隻碗湯飲下啦。只要你願意付出3日嘅時間，俾身體一個自我修復同清毒嘅機會，你一定會感受到肝臟輕鬆之後帶來嘅全新活力。好啦，今日嘅養生分享就到這裏，希望大家都可以通過簡單嘅中醫說食療，調理好身體，擁有一個健康、輕盈嘅肝臟，每日醒來都充滿活力。拜拜。